今年2月4日，有新聞報道，位於珠海長隆，近年隆重開業嘅海洋王國，奪得中國最大主題公園嘅王座。短短1年間，客量突破1800萬，遠遠超越香港海洋公園嘅780萬人次。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旗下包括橫琴灣酒店、國際馬戲城同埋長隆海洋王國。其中長隆海洋王國嘅主題公園佔地132公頃，首期斥資200億人民幣興建，囊括咗5項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整合各種珍稀海洋動物、頂級遊樂設施同埋新奇嘅大型演藝表演，係國內現時最新嘅人氣度假地點，亦係全亞洲最大嘅海洋公園。然而，當時日華牧師發現，呢個榮登中國最大主題公園王座嘅長隆海洋王國，其地標性擺設竟然就係一頭擺動尾巴、抬起頭、形狀似海怪座嘅巨型鯨鯊建築。確實，呢個因擺動而微捲尾巴嘅形態，同加多利灣嘅海怪座雕塑完全一模一樣。因此，日華牧師當時就隨即同資料員討論，若然按住天上天馬座、海豚座以及海怪座星圖對應地點嘅原理，香港既然係天馬座，旁邊必然會出現海怪座嘅地標，故此我哋可以睇見比鄰香港嘅珠海就被刻意規劃咗呢一個海洋王國，擺放同海怪座一模一樣嘅地標。同一原理，比鄰香港另一邊嘅大亞灣地區，亦必然會有對應海豚座嘅地方。無獨有偶，喺 Google 搜尋之後，隨即亦發現大亞灣地區有一處地方正稱為海豚灣度假村。完全吻合日華牧師關於天上星圖對應地上地標嘅研究。此外，從珠海海洋王國度假區同埋海豚灣度假村呢兩處地方嘅規劃，竟然驚人咁吻合天馬座星圖，可見歷史背後確實存在知情嘅掌管者，並且按住種種共同信息進行龐大嘅規劃同埋建設。事實上，當我哋走進珠海海洋王國度假區，會發現更多驚人嘅共同信息。其中之一係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先至啟用嘅長隆馬戲酒店。首先，馬戲酒店其實係以大家耳熟能詳、同天馬座行動信息息息相關嘅飛馬作標記。大堂擺放咗代表啟示錄4馬嘅雕塑，中間則擺放咗金色獅子，既代表獅子座、雄獅凱旋門，亦代表半人半獅子、伯利恆之星同埋火星面具。接待處更有代表修電節九臂燈台嘅9支燈柱。而且每一盞燈後都有一隻代表玫瑰之眼嘅眼睛。事實上，整間酒店嘅房間以及地面都充滿眼睛嘅圖案。大堂旁邊更設有兒童遊玩區域，放置咗代表榮耀列車嘅大型玩具火車。唔單止係咁，酒店外面仲有3個特色建築。一、酒店外面有一個代表時間錦囊、時間之蛋嘅圓形建築物。二、酒店周圍有大量拱門設計，拱門就係代表弧道，亦代表約櫃。三、酒店外設置咗一個噴水池，兩旁分別擺放咗2隻有翅膀、正在飛翔嘅天馬。實在呢個係一個典型嘅共同信息大集會，明證喺歷史同埋時間背後一直存有幕後策劃者，按住種種共同信息喺全世界進行規劃同埋建造，顯示神喺時間中嘅超然掌管。